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Bosco 咯。咁今次咧就想介紹一下我嘅 X-Card 啦。咁如果有睇我上一集嘅咧，咁就即係上一條片咧，咁就知道我換咗5張 X 翻嚟啦。咁就重溫多一次啦。咁第一張真材之神劍，第二張 PX 鳳凰磨砂全日版嚟嘅。咁剩咗3張呢，就係呢3張啦，都係玉帝龍。雖然高 cost， 但係因為你睇上條片我都有解釋㗎啦。咁其他 X 呢，就喺我本卡簿度啦。咁就得好少嘅啫，因為我都玩咗唔係好耐，新手都唔係玩嘅。咁就有第一張龍之霸王，紅唔知乜個神馬，魔龍帝，暗黑之魔劍，第二版暗龍，真材之神劍，呢個唔記得咗叫咩名，好似龍王就係輝多係嘛？唔知啊。天地神龍，時統之對焦翻先啊！時統之幻龍神，劍輝龍王，都係劍輝龍王。好似係唔記得咗，跟住就英雄王、甲樹神、滄海之大劍，第二張龍之霸王，再仲有一張真材即係輝之聖劍，講錯嘅。呢個就唔記得咗咩名，唔知叫咩名。呢個都唔知叫咩名。跟住呢啲就唔係 X 啦，咁都係得呢幾張嘅啫。係啦，所以我都係得好少 X， 得1張、2張、3張、4張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跟住嗰度有5張，即係得24張啫。咁今次咧就係咁多，咁就係咁啦，拜拜。